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今来讲一人字，唔值得众人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字，五一字第7条。这个字就有参详的意思。一人字唔值得众人字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想咧操烦，不如大家做伙来参详，做伙动头壳，问题较紧解决。大家做伙参详，咱讲是协议；啊，若批评讨论，咱讲是议论。另外建议，嘛人讲是提议。会议讨论的案件，咱讲是议案；也有地方的立法机关，咱讲议会；有市议会、县议会会选议员，上界大的代表就是议长，啊，若开会场所是议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议娘，这个意思就是消遣找代志做；第二个词读做无议娘，意思就完全无同，会当讲是无代志做、无聊、无趣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真侪阿公阿嬷去唐山园仔孙读的国校啊做义工，指挥交通做义娘，烦恼人伤过少，无义娘，就更较侪人做伙来努力，罔做罔度日子，安尼生活更较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字，五一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